喂喂喂喂喂喂喂，麦克风测试。喂，麦克风测试。喂喂喂喂喂，麦克风测试。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刘兄姐大家平安，清早会当到上帝面前，这是有福气的人才会当得到的啦吼。感谢主，天气也真好势吼。感谢上帝，咱会当安尼用轻松欢喜的心情来到上帝面前来朝见伊。那么礼拜之前，咱请李牧师在咱做开会进行的祈祷。咱三甲阿头来祈祷，主比里面的上帝。阮欢喜来到伫你的面头前，因为阮知阮受拣选真侪，你的儿女是出伫你的厅。因为阮知，阮会通来到伫你的面头前，是因为圣神伫阮的心中的感动。因为阮知，除了你以外，阮无其他通倚靠的。所以阮恳求你伫即个中间来继续引带甲帮助阮。主，你监察阮的内心，看见阮。单纯坚定对主你的倚靠，也恳求主你通过圣神的感动，互阮每一个来到伫你面头前的兄弟姊妹，拢会通对主你的圣神内面得到主你的感动，甲得到主你的祝福。主为着也未来到伫阮中间，阮的兄弟姊妹，阮的同工来祈祷，愿主你看顾因的脚步，互因来到伫阮的中间做伙。来敬拜主你，主阮将下早起阮的敬拜仰望交托伫主你的手，愿主你扶持帮赞，伫你面头前安尼同心祈祷，
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感谢大家平安。咱真欢喜，可会当来圣殿，而且来大家来敬拜吼，来服侍上帝。咱要来念今仔日的诗，来先来念197首，来帮声诗乱喧哗，啊，给咱弹一遍。咱唱第一节。夜放下树乱喧哗，浪浪康康流波，地球滚滚的放光流，放心出见灭梦，一尊兄弟因伴陪伴，耶稣来追归的。一归先敬心都给我，乐我所望所得。咱无啥物，这首无啥物熟哈，所以咱第一节过来唱一遍哈。你放下所乱喧哗，让浪康康流我。地球滚动的高高，放心出去的梦，一尊兄弟的唱给给合出来最对的，你会心平静的心啊，有我所望所得。这个诗讲来帮声诗乱喧哗，真正咧反映现在的世界的社会，拢而且混乱，啊，侪的事，犯罪的事在做，以及咱全世界拢受到这个疫情这个。受害哈，受这个疫情的害，侪侪人来得到病毒，侪侪人来安尼死亡，但是这个有关的伫遐所咧计谋的，检视咧谋求人的生活的迄个吼，所以。唱这首诗有真大的感触啦吼，亲像咧反映现在世界。好，咱第一节甲第二节各唱一遍吼。你放下所有乱喧哗，浪浪康康流波，地球滚动来高处，放心。一点蔬菜能结果味，安心万万能为，天天万物修体天天，天花天堂堂会，何况我灵魂后最光，威严这的顺光。
谨慎，唔通受到主来管教，来下令。咱过来唱第二首，254首，基督做咱坚固地基。唱第1節、第2節。基督做咱堅固地基。会想象。超过阮的想象，言语所谓讲明，以神秘的临在，阮确信现实恬静，各他受举起，担当软弱过犯，主啊，何等奇妙！伫温密中叫阮来唱第1节。超过阮的想象，言语所谓讲明，你神秘的临在，阮确信真实恬静，各他的举起，担当软弱过犯，主啊，何等奇妙！中叫我第2節，我無人會看見，領受身體寶貴，感謝着天下，用手伊所向的你，希望會當斷我，你真心的臨在，你願我。得到歡喜福塞，這首會當來想象這個是菲律賓的作者，頂禮拜有介紹過哈。伊用這個輕快的旋律來講，咱耶穌為咱來受死，來伊的奇妙的救恩。用這麼輕快的旋律來成做這個詩，用俄勒，親像用俄勒的心來唱，但是伊是咧講到上帝耶穌基督為咱擔當死亡，為咱擔當罪過，所以互咱來得到永活。當然結果是咱互咱得到永活，所以咱就歡喜。但是是用耶穌用
当家用死亡来换咱的活命吼，所以会当用这个轻快的旋律来唱，互咱的心情会当来领受上帝伊的平安甲稳定，真侪咱会所领受的，会当咱安尼来受这派四线来去传伊的福音哦。咱第一再搁唱一遍，咱就开始今仔日礼拜。用言语所谓光明，你身边的临在，愿靠信真实甜心，包括他已休息，要得软弱归还。主啊，天奇妙的阮目中叫我。恁着俄罗耶和华唱新的歌，俄罗耶和华伫新的百姓中俄罗伊。请大家来吟诗俄罗上帝。信诗第369首。信诗第369首。阮超过因的想象，言语会光明。你神秘的临在，阮确信前在天见，各个他受倚起，中动荡软弱的规范。主啊，你何等的奇妙，伫永远中叫阮，请起立，因转手。
请坐，请大家掀开旧部第7面，咱用尼西亚圣经来做咱的告白的信仰，信仰的告白。尼西亚圣经，阮信独一全能的爸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物的主。阮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独是囝，伊伫一切世代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真神出的真神，是新的，毋是受造的。对，万物对伊的创造，伊对拯救，对天降临，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做人，伫本岛伫内都入来，为咱顶十字架，受难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第3日故活，升天，打地的正平，伊要过来真光来审判。是啊，伊的国无穷无尽，万事相处亡命信神，对这天气讲话，看这个天气到万国的。谢谢阿门，阿门。请大家来刻印，献开信息后面刻印文第31篇，刻印文第31篇。厝内若毋是上帝所起造的，行若毋是上帝所固守的，恁早早起来，暗暗才困。上主所疼的人，今日是上主所赐的产业。少年时所生的囝儿，见大巴拜的人真正有福气。敬畏上主的人真正有福气。你会中打食双手所拍拼的食米，你的某伫厝内亲像结果子的葡萄树，愿上主对是安赐福予你。愿你会看到子子孙孙。因诗俄罗上帝，信诗254首，信诗254首。基督做咱坚固的地基，
听听厝内，甲就是伊信主所选的实在宝贵。既然聚会甲伊因果性情，拢无看伊坚信靠伊，请起立。请坐。下面咱来祈祷。至神全能的上帝，你保护受造的万物，管理因的听做。阮恳求你，保护阮身体会得到健康，心智会健全，心内轻快，精神欢喜快乐，安分守志。照你的福音来开启一切事工，在阮的路中，中在阮困难中引带阮，在阮危险中拯救阮。我靠你的信恩充满阮一切坎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大家掀开圣经，记载伫旧约列王记上传第18章16节到40节，伫旧约的387面。列王记上传18章16节到40节，旧约的387面。
何巴底就去见亚哈，互伊讲，亚哈就来见以利亚。亚哈看见以利亚的时，亚哈就甲伊讲：你即个陷害以色列人的啊！以色列人应讲：陷害以色列人毋是我，是你甲你的老爸的家，因为你跳放耶和华的界面，是随叫捌你，恁着替人，估计以色列这人甲捌你嘅先知450人，以及亚瑟拉先知400人，伫伊耶西伯的刀者，拢去加面山到我遮。亚哈就差人甲以色列人众人召集先知到加面山。以利亚就群众百姓讲：恁剩两项心无决断，到要伫什么时阵？若耶和华是上帝，就趁耶和华；若巴力是上帝，就趁着巴力。百姓无应允一句话。以色列甲百姓讲：耶和华的先知只剩我一个，总是巴力的先知有450人。咱着用两只有空底互阮，巴力的先知。为着厝捡一支油仔，切规地，下厝柴顶，下面毋通火。我料理即件油仔，下面柴顶，下厝柴顶，下面也毋通火。恁着叫上帝的名，我求耶和华的名，必个用火显因的上帝就是上帝。众百姓应讲，即个话真好。以利亚对巴力的先知讲：恁着拣选一支牛仔坑，有坑仔，大先料理伊，因为恁人也较济，恁求上帝的名，毋通夺火伫下面。伊着讲伊的牛仔坑去料理伊，对早起到黎暝，求巴力名讲，巴力啊，着听阮，总是无声气，也无应答。伊就着单四周围吊条，到中昼，以色列以利亚弟弟讲大声叫伊啦，因为伊是上帝，伊是才定地上，伊是退偏僻的所在，伊是行路，伊是伫咧，恁着叫伊醒，因大声叫因的咧。用刀甲枪家己挂，记到伊身躯老血，对伊过到现下分界的时，
伊伫讲伊的先知话，总是无声说，无应答，也无睬伊的。以利亚甲众百姓讲：“伊来挖苦我，众百姓就挖苦伊，伊就互伊修理耶和华倒坏的坛。”以利亚去12地召雅各的支派的少爷。这个雅各就是见耶和华的话临到，甲伊讲：以色列要做你的名者。以利亚用他的石头，奉耶和华的名起一道坛，伫坛顶的周围开沟，会伫着种子以色列。过排掠茶，将鱼仔切规地，会伫下面切规地下骹茶顶，讲：恁用4个桶听水满满，天对烧伫的茶的顶面，搁讲：伫第2摆。因就天第2摆，搁讲天第3摆，因就天第3摆。水流伫坛的四围，沟嘛有水满满。到现下分节的时，先知以利亚进来讲。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啊，求你今仔日，互人知你是伫耶和华伫以色列做上帝，也知我是你的奴仆，阁是照你的话来行这一切的事。耶和华啊，就听我。互各个百姓知影，你耶和华就是上帝。你互伊的心哪倒转，耶和华的火就降落一近，烧伊的厝、甲茶、甲石、甲土，阁烧焦沟内的水。众百姓看见，就扑伫地面，讲：耶和华伊是上帝，耶和华伊是上帝。以色列甲伊讲：利巴勒的先知无永远一个逃走，伊就落以色列，带伊过去基顺溪边，伫遐bắt伊。以上。下面请少年团体来献诗，因要献的诗是《我靠主》。
下面请李牧师来进导，伊的题目是身体的勇气。请咱做伙来祈祷。怜悯疼痛的主，阮伫你的面头前，备办阮的心，要领受你的话语。恳求主你通过你的话语来鼓励阮，来帮助阮，互阮倚靠你的心更较坚定。也愿主你的灵继续来扶持甲帮助，通过阮每一个人伫教会内面同心的服侍，互主你的国，互主你的教会伫即个社区得到阳光，互即个阳光归伫主你的名。主，阮恳求你祝福阮下面的时间，伫你面头前，阮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亲爱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圣经学院的纪念主日吼，嘛真欢喜代表圣经学院来甲大家来请安。圣经学院，我想咱中间应该有人知伊即马的运作吼。过去的圣经学院有在培养类似传道新学生即款，但是几若年前，因已经改变因的方式，即马拢已经是诚侪信徒培养的一个基地，吼。因努力在做灵修、做信徒的培养即款的工课。因真正希望，就是通过因，互教会的兄弟姊妹会当伫因迄个所在伫灵命的顶头得到好的造就。所以有一寡课程会开，真正是为着兄弟姊妹所开的吼。嘛，咱来做的单位有到伫因的所在，来借用因的所在，来得到帮助。所以我想咱会当伫圣经学院因的无论是建筑物，还是因的事工的顶头，做伙同心有份，来帮助因。互因会通利益更较侪教会，更较侪兄弟姊妹伫信仰的顶头得到好的造就。今仔日咱做伙来看，即个题目是先知的勇气，在讲起着先知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的故事应该逐个人真熟，因为大概咱伫教会较久长的人，咱大概拢会听着，特别是若对囡仔时代就对主日学大汉的兄弟姊妹来讲，应该咱对以利亚的故事真熟，吼。这是一个上帝的先知，我靠上帝的气力，伫遐太阳当时当地传统宗教信仰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对咱来讲，就是一个真成功的见证。上帝完全照伊所讲的，以及咱所期待的，来完成这个属灵的见证。毋仅安尼，也有侪的见证者来见证这个代志。这款的属灵见证，其实咱无青分。我想咱有缘有听过类似的见证，甚至就是咱家己中间都有兄弟姊妹，经历过类似的属灵的见证。因为咱的中间可能有一寡人是对传统的民间信仰进入到伫基督的信仰的内面。我相信，当咱经过这款的精进，然后对民间信仰的内面进入到伫基督的信仰了后，咱真坚定徛在咱会真欢喜，要来做这款的见证。特别是咱有听过，有的是甚至是同期，也是有真属灵经验的这个兄弟姊妹，因对因的传统信仰的内面，进入伫咱的信仰的时阵，咱拢真爱听这款的见证，因为这是一个得胜的见证。最近阮的教会有一个姊妹来伫教会内面伫慕道，伊就是即种真
咱咧讲灵感的即款的体质吼，对灵的部分有真深的感受，甚至伊真清楚知影讲，伊的兄弟姊妹拢遭遇着侪侪的困难，甚至是失去性命。兄弟姊妹有哪是50几岁人安尼吼，兄弟姊妹若毋是中风，就是过身安尼。因兜过去拢是伫迄个民间信仰的内面，甚至伊毋敢讲起迄个神明的名。伊甲我讲，伊若是讲起迄个神明的名，暗时迄个神明就走来找伊。毋尔安尼，伊还佫有去感受着讲，迄个神明要甲伊的性命掠去伊的国度。伊要甲伊的性命掠去伊的国度，所以当伊来到伫教会，甲阮讲要信上帝的时阵，一开始阮感觉讲，奇怪，是安怎较有一个人忽然间走来伫教会内面，就讲伊要洗礼。后来甲伊讲，咱教会内面若要洗礼，一定拢爱有慕道班，一定爱经过遮的，咱才会甲伊洗礼。伊讲无要紧，我就是要信上帝，我就是要行，我就是要洗礼，所以伊就来参与伫慕道班。然后伫慕道班的内面，甲伊听伊的分享，才渐渐知伊过去即段的历史。到伫即当阵，伊甲牧师讲，牧师，我知影上帝伫我的内面，所以遐个神明拢毋敢挖伊的心。伊还佫是会感受到遐个神明，遐个神明毋敢挖伊的心。伊有上帝的灵伫伊的心中，有上帝伫伊的内面，所以遐个神明毋敢挖伊的心中。所以我想，咱伫即款的见证的中间，伫即款的过程的内面，咱若坚持落来，愿意坚持即个信仰的人，真正无简单。随望咱伫即个以利亚的故事的内面，咱看见以利亚改成个真轻松就完成上帝的旨意。但是这其实真无容易。以利亚奉上帝的命令，当时的以色列王亚哈王传达上帝的信息。亚哈王是南北国分开了后，南北国分开了后，亚罗波安王了后的第8王是亚哈王。可能咱会通小可甲即个历史会通了解一下吼，就是大卫传互伊的囝所罗门，所罗门传互伊的囝罗波安，但是罗波安无真应该讲，伊无听古早伫大卫王伫迄个伊的老爸所罗门王下骹遮的神的话，伊家己用伊家己的旨意歹款待百姓，然后上帝伫将伊的国度摕10个支派出来，互亚罗波安，诚侪北国以色列，然后剩的2个支派是伫罗波安下面，诚侪犹大国、南国犹大，南北国是安尼出来。即摆咱所看的历史是北国的历史，北国是以色列。对伫亚罗波安王落来，经过到第8个王就是亚哈王。为什么会特别强调即8个王经过8个王呢？因为即8个以色列王，无一个是圣经认为敬畏上帝的好王。对亚罗波安开始，伊就拜金牛，后面的王一个比一个拜了佫较厉害。到伫亚哈王的时，列王记上卷17章，伫遐记载讲，伊犯亲像亚罗波安王共款的罪也无够，佮带西顿王甲巴力的查某囝亚西别，并且拜巴力，伊伫撒玛利亚为巴力去做一座庙宇，佮起一座坛，安置伫庙内，伊佮徛一支阿舍拉女神的雕像来拜，伊比进前所有的以色列王犯搁较重的罪，激怒上主以色列的上帝。所以咱知影讲，伫即个中间，即个亚哈王其实伊真正是除了耶和华上帝，甲是无伊无甲伊对迄个圣殿
摕走了后，伊大概拢甲其他的神明拢摕来拜啊。吼，以利亚伫头一摆接触亚哈王的时阵，伊带互亚哈王的信息是讲，以色列要遭遇抗旱，如果以利亚若无祈祷，吼，天就袂落雨。以利亚若无祈祷，天就袂落雨。即个抗旱真正发生，即个抗旱要怎解除？迄个解药就是爱以利亚祈祷，以利亚向上帝祈祷，雨就落来。以利亚若无为着即项代志祈祷，天就袂落雨，迄个抗旱就会继续落去。毋尔呢，以利亚讲完即件代志了后，上帝竟然爱以利亚走去秘起来，风吹无，你找无人，你要哪叫伊来祈祷？你无法度找到伊的人，伊若无祈祷，即个抗旱就继续落去。所以，即个抗旱伫迄搭遐，以利亚秘3冬外，抗旱继续3冬外，无法度解除。咱头拄仔伫读圣经的时阵，一开始咱去讲，咱有看到即段的圣经，就是因两个人互相指责，亚哈王讲拢你害，拢是你害的，害整个的以色列，拢无雨水。以利亚甲亚哈王讲，其实毋是，是你家己害的，因为你无遵行上帝的话。以色列的全国因为抗旱无物件食，无物件食当然包括啥物人？包括以利亚。以利亚是伫以色列的内面嘛，以色列的国境的内面。但是上帝却派一个寡妇来饲以利亚。这个以利亚不但得到养饲，连寡妇甲伊的后生嘛得到活。咱知影咱知影这是另外一项的伫以利亚身上的神迹的故事。伫这3年来，这个寡妇甲伊的囡仔靠着迄个面粉甲油伫迄搭遐一束束面粉甲油，伫迄搭遐3年外无欠亏，无欠食。这个代志嘛是真神奇的事，因为无法度趁钱。生产的寡妇，伊原本是想讲我即顿食，我要来死啊！拄着以利亚，伊甲以利亚讲好无咱做伙食了，咱做伙等死好啊！无想到讲伊即个款待的动作，煞救了伊甲伊的囡仔，甲因3个人，因为伊愿意交代上帝的先知，上帝亲身养饲因3年。3年了后，以利亚出现伫亚哈王的面头前，开始即场的宗教的战争。伫咱头拄仔所读即场的宗教的战争，即场的宗教战争，咱若来甲看就是上帝的先知对啥物货？对亚瑟别王后所饲450个巴力的先知。上帝的先知，巴力的先知，上帝的先知几个人？一个。上帝的先知一个。巴力的先知几个？450个。伫即个只看即场的战争的人，即场的迄个属灵的战争的人，是所有的以色列人，佮挂啥物货？如果咱有圣经，咱看咱就会通知，就是400个亚舍拉女神的先知。所以毋是干那，其实这偶像的先知，毋是干那450个哦。无共神的先知加咧是850个哦，850个。真正甲迄个先知以利亚伫正面冲突的是450个，无毋对。但是边仔抑佫有400个亚舍拉女神的先知伫迄搭遐在看。毋了即400个，抑佫有所有的以色列人伫迄搭遐在看，包括亚哈王在内。地点伫啥物所在？加密山。地点伫加密山。两边在比的是啥物货？两边在比的是讲，啥物人的上帝会降火落来接受因所献的祭物。所以伫迄个所在，咱有看到讲，因讲爱，逐个人拢准备牛仔，然后剁做规地，下骹袂使落火，对无？袂使落火，袂使家己行火，袂使落火。
伫迄搭遐，就看上帝怎样降火落来。伫迄搭遐，450个巴力的神队对早时到日头到下晡，因的上帝无论因安怎喊安怎叫，安怎留家己的火，因的上帝巴力拢无动无静。到伫下昏节差不多3点外的时，巴力的神帝拢无法度啊！即当阵，以利亚，伊只讲好啊，无换我来，伊做的是啥物货？伊甲遮个牛仔切做规地了，放伫柴顶头。毋尔安尼，伊阁用4桶水压淡所有的物件，包括茶，包括边仔阁乌胶，遐个水连续压3遍，所以是12桶水，甲遐个胶拢满起来。无落火哦。咱知影讲规个淡的茶物件，阁无落火，遮个物件要安怎会通烧？要怎烧起来？结果即场属灵的战争的结果是，一个人赢450个，因为伫下昏节的时阵，上帝真正降火落来。毋尔甲遮个物件烧甲焦焦，连边仔的沟的水都拢烧甲焦焦。伫迄搭遐，遮以色列人看到，讲这就是上帝，这就是上帝，并且通过以利亚的吩咐，杀了这450个巴力的先知。所有的过程，以色列人拢看到，包括阿哈王在内。遮尔大的神验发生伫人的面头前，今仔日咱也伫咱外口大个城内面看到即款的代志的时阵，我想咱会安怎？咱会敬畏袂？咱会敬畏袂？咱会足认真来做礼拜袂？应该是会啊。但是介成个逐个人拢无啥物感觉呢？介成个嘛无真大的影响呢。甚至王后亚西伯要搁安怎？搁出声讲，我要杀啥物人？以利亚呢？面对遮尔大的神业，竟然无人特别反悔，无人特别伫上帝面头前来反悔。上帝先知阁是王后亚西伯的追杀。即个故事，介成个在对咱讲，即款的对抗，介成个毋是上好传福音的方式。即款的对抗，介成个毋是上好传福音的方式。我想，我袂去否定先知的勇气。一个人要面对一个国家的王甲王的指责，要坚持家己是对的，这就一定足无简单啊！我毋知今仔日咱有法度感觉讲家己是对的，然后上帝若互咱感动，去到伫总统的面头前，爱咱甲总统讲你做了毋对去，咱敢有迄个勇气？那真正互咱到伫迄个总统的面头前，总统讲你凭啥物讲我做毋对去？咱敢有法度讲我绝对无毋对，坚持家己是对的。何况是古早迄个时阵。另外，就是一个人面对450个先知呢，遐敬拜偶像的先知呢。咱即马在读的时阵，咱感觉讲也无啥物回来，因为伊都赢，然后伊阁甲遮个先知杀死，对无？我要问咱兄弟姊妹问下，咱兄弟姊妹，咱若伫咱的教会内面，咱敢敢一个人面对所有教会兄弟姊妹？甲咱所有的教会兄弟姊妹讲，恁拢毋对，敢若我对。我甲你讲，牧师嘛毋敢。咱教会偌侪人，200个嘛，差不多一半尔。咱敢敢？咱面对遮个，然后伊伫即台遮讲，面对着450个，敢若人数遐尼侪，人数遐尼侪，咱想看卖啊？才有一大足大的勇气。当然有遮尔大的勇气是咱所欣赏的，咱所欣赏的，咱嘛感觉讲，伊做了真好的见证。毋过时代进步嘛，互咱感觉讲，遮尔激烈的对抗，
对伫传福音，敢真正有好的帮助。真正古早差不多伫50年前，甚至搁早80年前、100年前，咱的教会用即款的方式伫传福音，无毋对哦。咱的教会真正是用即款的方式伫传福音，只要是拄着拜偶像的人，就是讲因拜的是啥物货？是假神嘛，拢是邪灵嘛，拢是魔鬼嘛。所以去到伫迄个所在，就是爱赶鬼，就是爱拄偶像等等遮的代志，无毋对啦。咱即马嘛，抑阁会安尼做，这是咱的信用，咱会通坚持。但是当古早即款的代志伫发生伫对抗的时阵，互咱看到遮尔激烈的时阵，其实对人的心，改成个无有真大的帮助的时阵，咱是毋是有哪需要继续安尼来行，还是继续安尼来做？咱今仔甲咱的厝边、甲咱的社区。咱是用啥物款的态度来甲咱的厝边、甲咱的社区来斗阵来做伙？我感觉上帝互咱的教会，有哪来哪无共款的异象甲看见，互咱的教会会通来做社区的活动，会通参加即个社区的活动据点，然后有足侪咱社区的人欢喜进入伫教会内面。这甲直接伫迄搭遐用信用来对抗，敢毋是完全无共款的方式嘛？伫即款完全无共款的方式，咱会通去感受看卖啊，到底啥物款的方式会通真正帮助人来进入伫教会来认捌咱的主？因为咱最后咱是期待人进入教会认捌咱的上帝。咱毋是要因为通过对抗了后，即个人永远甲咱看做是对等嘛？所以，咱是毋是咱伫即个中间，咱开始有一个新的无共款的看见伫咱的中间？毋知大家有注意到2018年，即马是2020年吼。2018年年初的时阵，有一个新闻。就是伫100年前海部地区，因设教进前，伊有迄个邪灵伫伊迄个所在，伫迄搭遐伫搅扰迄个所在，迄个邪灵是猴精，是猴精啦吼，毋是狗啊，毋是狗啦吼，是猴精邪灵。这是伫海部教会历史内面有记载吼，伊讲。设教超过100年的高雄中会海部教会第3代旧堂，有功成身退吼，暂时用插帮伫迄搭遐来封存。伫迄个所在，因起第4间教会。我想咱会当放迄个海部教会的相片出来吼，互咱知影伫即当阵的海部教会诚做是啥物款的情形这是咱即马的海部教会第4代的会堂，真大吼。毋过因拄着啥物代志？因伫迄搭遐拄着一项代志，就是因信徒去第4代礼拜堂，就是伫即个即个礼拜堂吼，伫即个咱看着即个礼拜堂伫遐聚会，第3代的教会就功成身退。毋过伫附近有一个宫，海山宫。因的顶头伫2008年3月18日中昼，用七王大战牛精的名，弄破教会的插帮，光叫入去伫教会内面，伫遐放炮啊，伫遐讲要赶无清气的物件。因讲七王大战牛精，就是迄搭遐有牛精啦，嘛是邪灵。100年前，教会还未起进前。是猴精，然后教会伫迄台遐起了，迄个猴精去互无去啊。教会伫迄台遐开始建立，但是伫100年了后，竟然因用讲七王大战牛精伫迄个所在冲入去伫教会内面，伫迄台遐来伫教会内面放炮啊，会堂的内面放炮啊，伫迄个所在教会因搁开直播，因搁开直播。伫迄搭遐教会只好甲后来知影了后，甲迄个报警，
然后备案。啊，伫迄搭遐因召开会议，要处理后壁的代志吼。咱来看下一张。好，这就是咱咧讲的第三代旧堂啦吼。这边仔还佫有边迄个暗暗的所在，其实还佫有厝啦吼，还佫有厝。这是因为旧堂无得用啊，所以遐窗仔门拢已经封起来啊吼。过来后一张。哦，这就是迄当时吼，因开直播的迄落，这公报社的相片。咱若有看教会公报，可能有看到，可能有人小可有印象。哦，因咧光桥了后，得弄迄个门，吼，教会礼拜堂的门。哦，要甲弄互开，哦，过来，哦，这是伫内面礼拜堂的内面，吼，啊，伫内面咱讲因咧放炮啊，因咧讲要赶遐垃圾物件，哦，因伫迄搭遐啊，光桥伫迄搭遐伫做法事安尼吼，来，好，如果若对今仔日的故事吼，咱先搁转去后顶头一张好吼，好。先转来遮。如果若对今仔日的故事，咱看见以利亚遐尼厉害、遐尼勇敢，然后面对着450个巴力的先知，然后就安那，甲伊面对面挑战，然后就赢。哦，我毋知咱有法度会通接受即款的结果，讲今仔日公庙的神明来帮咱的礼拜堂要来清气，这。用伫咱教会真正拄仔会通去，会通感受到，因为咱嘛有一个旧堂伫迄个所在。啊，因的迄个神教人全冲入去咱的旧堂的内面，讲咱的旧堂有哪啥物啊？啊，伫迄个所在啊，咱要安怎？咱要去体验无？咱要去体验无？去办一场决斗大会来比看卖啥物人的上帝，才是真正的上帝无？那以利亚就是安尼，敢毋是？以利亚就是安尼啊！咱来比看卖啊，这段下落，两只牛败落，叉败落，来，啥物人的上帝较厉害？哦，啥物人的上帝较厉害？啊，我毋知安尼做的结果会安怎啦吼，我嘛毋知咱有信心会讲上帝一定会赢袂。但是即件代志最后的结果是两边坐落来，做伙做一场好好的礼拜来做结束。庙宇愿意赔偿，啊，教会将即个赔偿金捐去到伫公山的身心障碍福利中心甲立新基金会路德学社。啊，这就是头拄咱看到后壁迄张，头拄咱看迄边遐吼，哦对，伫即台遮，头拄咱即两张看到的吼。即个礼拜名叫做听好好礼拜。啊，咱看到迄个头前所坐遐穿红色的衫，顶头一张。哦，咱有看到吼，穿红色咧坐衫遐个，就是遐个宫的遐个，免啊讲，遐个宫庙内面遐个委员啦，哦，遐个委员，咱啥物时阵？会通有遐委员欢喜坐落来，甲咱做伙做礼拜。因乖乖坐伫迄搭遐，甲咱对头到尾做礼拜，听牧师伫台仔顶咧讲上帝话。伫即场的礼拜内面，这庙的委员乖乖坐伫即台遮做礼拜，听牧师讲上帝话。我想旧约的上帝是一直借着先知甲遮个法律的规定，咧提醒以色列人爱去敬拜上帝，才会通得到祝福。但是以色列四顶后，遮个王绝大部分拢走去拜偶像，就算讲是亚哈面对即款的新约，伊嘛无悔改。反倒伫新约的时阵，咱伫耶稣基督的身上，咱看到耶稣基督迄种牧者的心，因毋望咱了解迄个听，因毋望咱会通知上帝听咱。即个听一开始，互人的感觉，甲成个真软正、真软弱，无迄种轰轰烈烈的对抗。但是对耶稣一个人感染12个使徒。甲耶稣身躯的边即阵军队耶稣基督的人，
才对即阵人的中间开始将疼传出去。即马咱全世界有几若亿的人是基督徒，是基督教，在相信耶稣基督。咱会通想看卖啊？如果咱也要互一个人来认捌咱的主，咱用啥物款的方式较好？感谢上帝，海埔教会因的行动，互咱看到一个用出发点，用听做出发点的行动啦。伊毋是用迄种甲因对抗的迄款的精神，伫遐两边过来过去。因伫迄搭遐用听做出发点，嘛互遐强庙的人会通有机会做伙做一场礼拜，两边有一个和好的开始。迄当阵我相信，即当阵的海埔教会甲边仔的强庙会通保持和好的关系。即款的和好的关系会通互搁较侪咱的信仰有机会通过听来传福音，互遮的人。互因真真正正认捌咱的主，真真正正认捌咱的信仰。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伫教会内面，咱所做遮的社区的事工无规日空空，的确会得到上帝真好的祝福。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主，阮伫你的面头前献上阮的感谢，因为你互阮看见，你的疼是遐尼啊大，你的疼是遐尼啊帮助阮，你的疼会当互一场冲突变做是听好好的礼拜。伫迄个所在，逐个人做伙坐伫你的面头前，听主你的话语。愿主你帮助阮，互阮学习用听来对待阮的厝边，互阮用听来坚持阮的信仰。主，阮知，阮绝对无离开你。但是，阮欢喜学习基督的精神，用听、用牺牲来面对这个社会的挑战，面对无同款信仰的挑战。求你帮助阮，也求你引带阮。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掉伫阮心。咱唱歌学罗上帝，信诗第197首，信诗197首。地放声事乱糟糟，人人空空着磨。世上尊王列国诸侯，同心结义结魔。至尊上帝，伊敢陪你甲主来做伫对敌，离开圣经真道基远，律法所带听断，请起立。
请坐。下面咱来奉献。请坐。下面来报告。报告的大声，请大家掀开周报的第2页。咱来读今仔日的经句，咱来读2遍。以色列叫明白，先讲，你着听啊，无决定要到什么时阵啊？若着耶和华是上帝，就叹耶和华；若别个是上帝，就叹别个。要是无应允一句话，列王记上传18章21节。以色列讲，因着良心无决定要向什么时，若是耶和华是上帝，就叹耶和华；若别个是上帝，就叹别个。要是无应允一句话，下面咱来看圣诞的分担。后礼拜领唱是徐怡芬神学生，书类是施心宇，诗情是吴恩婷，
献诗是橄榄团契，书献是张景伦跟郭金敦，招待郭金敦、潘宣娥跟黄慧月，音控是曹明祥跟周鸿邦。拜三查经祈祷会，主理是黄传道，书会是徐家韵执事。礼拜早起9点，主理是黄传道，伊的题目是全然交托。请大家掀开第6页教会的消息。第一项，本主义是新竹圣经学院奉献的主日，感谢李牧师来代表学校请安报告甲进度，请兄姐为着学校的教育时间来关心代祷甲奉献。本会的黄传道到金美教会交换讲台，请兄姐为着黄传道的出入平安来代祷。第二项，本周日礼拜后下晡1点要召开中执会，请中执老部参与。第三点，青年主日学已经开始上课啊！伊个上课的所在伫咧咱1楼的会议室，11点开始。第四项，请各团体到下一摆的聚会内容，伊的性感。伊性感的那个事项表要安排到9月15为止。第5项，欢迎青基共学经的申请，国中是80分以上，高中佮大专是75分以上。请到10月11号，请大家爱准备真正短的正本甲申请表交予干事。第6项，台北中会第10月17日伫三水要举办竞摊活动，请兄姐邀请兄姐来参加，报名费是一个人200块。报名费请大家就是要参加的，就交予山长老。报名要申请伫咧咱教会1楼的迄桌仔，顶悬会在写名。名是40人尔。第7点，感恩节的音乐见证甲分享，请大家会当音乐来参加。你也对一首歌有感动，也是你的信仰。对你来讲，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拢欢迎大家来参加。第8项，性别公益委员会伫9月19拜六要举行2000
2020年性骚扰的座谈会，请有报名的兄姐甲长子准时赴约。下面的肢体交通、甲告解消息、甲后壁的奉献，有七日的，请甲干事讲，毋知真正有心来无？下面咱来承认信息396首，信息396首。结束了后，请牧师来祝祷。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上帝的平安伴过一切人所想的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佮愿全能的上帝、爸、囝甲圣神的恩典伫恁的顶面，常常甲恁伫地。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平安礼。请大家第一节就大家斗阵唱，了后就大家互相讲平安就好。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要请做记个啦。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叫做上帝囝儿。因为耶稣正做神，因为耶稣你光明。因为耶稣咱有过我的信心，我已享受主我名